制作人咧问讲，即摆介绍书，敢会当互观众一点仔情绪价值？这当然嘛会用值。这敢会收函？你讲咱即届请到木雕大师李炳贵艺术生，迄哪有可能？人是国宝级的呢，想袂到咱老师的讲头机，竟然拢是请到遮粗的艺术哦！袂使袂使袂使！这集真正无看拍算，啊毋是，是逐集拢爱收看啦。之前无看到的吼，也拢会当伫网络顶广播看，毋免烦恼看无啊啦。啊，这礼拜的首播就伫咧12月初一，礼拜暗时6点，公视台语台老生的讲头机来看自细汉就种伫咧木雕世界的人间国宝李炳贵老生呢，伊用鹿港腔来甲大家分享伊安怎甲创作的人物都有身上的特质放入去插头内底，互伊有新的生命。若创作新意念嘛保留老气味，要看真正足拍算。若是时间未拄好，嘛会使伫网络顶悬看哦。现在看大了，暗时伊的门会较硬。硬个。